呀，如果两天冇老板把说多吧，老板那东路城安天噶恐怕现那公里个老瓦郎那边中单行，下边请董总先生给我介绍一下。 尊敬的各领导、各专家、学者，在座的各位金博同胞们，大家下午好。今天是值得铭记的日子，各位同胞从世界各地赶来，相继在这里共同迎接了我们金博人民最盛大的节日——劳动国节。万人齐舞，锣鼓震天。作为金博处的一份子，我十分骄傲，十分激动，很荣幸我能作为代表这里发言。接下来，我就向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我所创办的银南锦城集团企业基本的情况。银南锦城集团有限公司开创于1990年，从最初的开展边境贸易、沙木种植、货运车队及冰棍业务起步。 经过了20多年的持续发展，产业不断升级。现在业务范围以设计组、路桥公司、房地产开发、酒店旅游、工业、冶金矿产、汽车制造、边境边路进出口、现代农业、金融业和航空产业，特别是航空产业方面。 到2014年，1月共已经订购了18架客机、3架直升机、2架公路机，累计投入资金要60亿元。飞机引进工作正在有序推进。2013年8月26日，首架飞机西克斯机 S-92直升机抵达了瑞丽锦城直升机场。2014年2月20号，就是昨天，瑞丽航空有限公司。 机号为 B-5811和 B-5812的2架波音737客机，飞到昆明长水国际机场，为确保实现过水节前开航营运做好了准备。集团公司注册资本10.08亿元，资产总值实值107亿元，员工3800多人，在银江、芒市、宝山。 昆明、成都、广州、北京设立了分支机构和经营部门，在全省企业中具有较强的综合实力的企业竞争力。2013年被评为云南省百强企业，排名第72位；云南省民营企业100强排名34位，资产总额排名30位，人均所有者权益排名第24位。 云南省非公企业100强排名32位，云南省非公企业实收就业20强排名第9位。近几年来，锦城集团紧紧抓住沿边开发和瑞丽重点开发港试验基地的建设和历史机遇，迅速加大产业投资力度。正在投资开发的锦城新城总部经济体、锦城碧海温泉度假中心2期、3期工程、瑞丽江沙滩美业城。 锦城大酒店贵宾路、锦城瑞丽湾国际旅游休闲度假项目，锦城集团好景园、锦城圣地石湖、丰湖良木等项目，参股了建设国际云南瑞丽汽车有限公司生产基地、百万公益职工园项目等，在建工程总投资有213.3亿元。目前，长水机场瑞丽航空办公路建设正在加紧全力建设，集团公司昆明办公路以及昆明酒店工作也在稳步推进过程中。与此同时，锦城作为本民族的企业，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和支持锦博民族文化发展，通过民族旅游项目发展、民族节日
活动经费赞助民族贫困群众固定资助等方式累计投入的资金上千亿元。2014年，集团将大力加大工程力度、推进力度，大幅提高锦城工业产值，迅速扩大各个产业经营承诺，集中力量推进航空产业的发展。锦城集团按照发展的规划，将立足云南、面向全国、辐射东南亚，开展多元化的产业经营，为促进内地国家重点开发开放实验基地建设、德宏产业提升、云南经济和边疆民族文化发展做出积极卓越的成效的贡献。我们锦博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我们有自己独特的信仰民族文化。我承认，当前锦博民族的发展是刻不容缓，我们不断地培养发展本民族优秀人才，注重锦博历史文化的记载和传承。目前，锦博族涌现了一批优秀的、极有发展潜力的商人和企业家，特别像准炮滚啊、派守明啊等，这些都是现在的条件比以前我起步好的很多很多。现在他们应该就说是也是很不得了的，在这个发展在这个过程当中所以我们更要加强协作，所有的锦博人民要紧紧团结一起，相互支持、相互发展，让我们锦博民族传统文化悠久历史得到代代传承，并且不断的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壮大。但刚才这个大商是东兵，我那个么大久，还是要看缅甸嘛，老板嘛，在就是我们这锦博族今天这个恰好恐怖这个政府这些官员也在，特别是我们锦博族的代表，我们的民族确实很小，所以但是我们现在太不对，所以今天的这种交流会我也想两句小题，就是我们的大山、小山各种这个意念一定要统一。你看现在英国的这个英语，是不是这个英国？你说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多少国家都可以统一？全世界有，我们就是那缅甸加起来，除了缅甸，中国就是10多万了，说来说去就13万14，有几种语言，到底是说哪一种？要讲哪一种？我们自己把自己的这个很多这个，所以这种说回是不是就要政府和企业一并就是要不一定要统一？我们统一才有力，不然我们这个在这分摊，人家理不理你了？本来就是一点小跳蚤，10多万的民族，我们有几种语言，到底是大山还是小山？你现在连翻译都找不着，对吧？你讲这个话，他找翻译都找不着吧？锦博族会大山的不会小山，会小山的不会大山。你说这个要个找什么人？所以这个是不是要考虑在这种交流会上我们牵出锦博族问题。现在我感觉我们在这个我们的客卿，缅甸，就是说现在应该他们的这个文字是有点统一的。凡是中央出来的文字，他不会说大山小山各种文字是会出来的，它是一种语言出来的。所以就是我们的这个文字，特别在中国，我们这在共产党领导呢。刚才我们的副主席说呀，汉字老大哥也不好帮我们策划，这个事情还是要靠我们自己自己说出来。是不就是我们把我们的这个民族还是要统一一下？刚才说的各个风俗习惯不一样，但是大多数都是一样的。我前2天忙是这个文劳总部这包头现在都是管这边摆的有，这边摆的有。你不要说是这个老人们搞的，都年轻点的。我儿子就问我爸爸，这个是哪边的是准的？他是很大一部分是左边，很大一部分是右边，娃娃都搞不懂了。所以就是我们这个民族应该是有些东西是要统一，对吧？你一定要统一，你不要去搞了。现在搞流行现代化，你不能就是本来是往右边的，你去搞个左边。哎呀，这个到底娃娃说的跟着你说老人还是现在年轻现代的？现代的别说是改革，所以像这个交流对象，我就是简单的，一是我们的民族一定要统一，我们的民族太小，还是小民族。今天我主要是说我这个锦城公司这
这20年发展的基本的这个情况，跟大家简单的汇报说说。谢谢大家。那公干的钟老板啊，那下公里罗瓦栏目中当场，没有西中呢的瓦嘎不中呢，而且呢你过来嘎不用做的噻，那你们经过来嘎贴过来嘎是然后谁看来容纳的哎你们中国。只通过这个中国爱啥的，但你呢，那这方我要弄把啥，听下节目，听真的怎么噻？如果那你这方老买是啦，把你手工的如果你用如果但是两个行业安全的光方面把大一个，那是。我可以角度解开，我骂我语，我看好了。刚过去也是，窗边那个碰到了外国人，好玩，真枪好点个，全国人爱。产品就发光了，问题也来了。它是了经济社会问题，必须引起高度关注。开展全民宣传教育，守住地、守住山、守住林，为民造福，为子孙造福。加强道德风尚，一个民族有一个好的社会风气和社会风尚，社会才能健康发展。以下弘扬我们民族好的道德风尚，要成为一个民族的共识和行为准则。二是要把广大青少年引导到学文化、学科学上来，做推进民族发展进步的重要。这个基督教与景和族本土宗教冲突及调试的一个研究。我的这项研究呢，我今天的交流呢，我要从4个方面来跟大家进行。第一块我要讲研究的背景，第二块我要介绍一下我的3个研究点，第3呢，我就讲研究的就是这个主题。你个人啊，给你都看，下至于啷说啷原来中南那个啷个，你东路都能碰到的嘛，哎，
别人就喊，原来我就到后面，非常有这个本来嘛，大会要求是要提交一篇论文，可是因事呢，这个我们不能提交了论文，很遗憾，但是呢，从昨天到现在，我们各位专家、各位教授谈了很多自己的看法、研究成果，现在以后呢，很受启发。所以我们要说这个事情呢，可能恐怕也就是不能算是有一个发言，只能是有感而发的2句话，这样子。在发言的过程当中，也可能我是仅可以跟这个汉语的交替也有可能这个时候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还有我们境外的我们来自世界各地的一些紧迫的人，当然也有他们也有一些害怕，但是照顾好他们。但是我们就是以基本上以仅可以为主，以汉语为主的这种方式是这样子。那么想说什么呢？我们还是以这一次我们参加大会的这个情况